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本，欢迎收看福气来嘅。我哋当地高树乡系咧农产品铁道嘅乡镇啊，高树乡地区到底有哪啲农特产品呢？今日我哋特别邀请到高树强国合作社理事主席钟启仁钟大哥来到节目地区，同大家分享一下佢自家嘅故事，同紹介一下強國合作社哦。我哋繼續來歡迎佢吧，歡迎啟仁哥。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張啟仁，來自屏東高樹。哇，啟仁哥又見面了喲！今日呢，有請啟仁哥吼，來同大家分享一下高樹強國合作社到底係做乜嘅？順勢紹介一下，啟仁哥，你要擺下自家係種乜嘅東西，好冇？我有種玉蘭花，然後芋頭，還有玉米筍。上排人哋講係，你自家有種嘅玉蘭花啦，有種烏嘅，更加做乜嘅會先解咧？保育筍哦。對，其實因為芋頭高樹種植芋頭已經30-40年了，然後都是一直連作。像目前很多地區，其他種芋頭的地區都有連作障礙，所以我今年我們跟農改場配合，就是要試試看用玉米禾本科的玉米去輪作，然後試試看它種植的芋頭會不會比之前的更好，這樣子。啟仁哥，頭講嘅連作障礙，其實乜嘅東西啊，乜嘅狀況？連作障礙就像我們現在不管種短期作物還是長期作物，它都有連作障礙，所以我們會需要用大量的肥料去改善它的土壤。那如果我們換農作物去種植在同一塊土地上，它會比較對植物的以後的生長會比較好，而且對土壤環境會更有幫助。原來啊呢，你啟仁哥，你自家有講嘛，有種玉蘭花，也有種嘅烏嘅，哪一位係先種嘅？玉蘭花係先種嘅，錯冇？對，然後就是因為玉蘭花這個產業越來越沒落了，我就去讀碩士，然後做了一個玉蘭花產業的實話的分析。好，所以因為之前的玉蘭花是靠路邊的銷售跟在廟宇的旁邊銷售，可是當這些銷售者越來越老之後，年輕人不願意再去接這個行業的話，而且說真的很辛苦，還很危險。好，然後這個產業販售的人越來越少之後，當然我們種賣出去的數量就會越來越少，所以這個產業是雪崩式的式微掉。是。所以因為這樣子，你才有因為想講自家有一個機會再去做種烏的，再去接觸到種烏的一個產業嘛。是因為我當初其實我在做作物之前都會去分析，因為我們高樹當初我在研究芋頭的時候，就是分析芋頭產業的時候，高樹有500-600家的芋頭，可是芋頭這個行業還蠻奇怪的，就是我們沒有自己的銷售管道，我們需要靠這些販運商幫我們去挖芋頭，然後我們田的芋頭賣給販運商之後，甚至連我們農家要去挖我們自己種的芋頭，還要跟這些販運商買，全部的整個高樹的芋頭都是這樣子，所以我當初的想法是想說，我先去種芋頭，然後看看可不可以打造整個芋頭的其他的通路。對，所以我第1年種芋頭，虧錢。第2年我去做參與認證，參與認證之後就有很多消費者他們會直接跟農民自己購買，這樣子我們的利潤就是我們賺的錢還會更多一點點。嗰種更加高樹這邊的農民啊，可能都沒有像啟仁哥做案的有去認證，嗰種可能還是要靠這種你頭先講的盤商給他們去做處理。所以我後來就跟一些志同道的朋友，然後我們就成立一個合作社。其實合作社它的用意就是可以創造更多的通路。像我們現在合作社，除了之前的模式就是去田間包場來講，我們還可以叫農民自己挖來賣給我們合作社，我們合作社去幫他銷售，然後或者是我們合作社去幫他們代運銷，或者是我們合作社出工幫他們去挖，然後讓他們自己去銷售，去零售，甚至你在網絡上都可以賣。我們還會輔導他們可以去哪個網站、哪個地方去販賣這些芋頭。
哦，我爱啲嘅，真是头头我就想问讲合作社到底合作社睇睇做乜嘅，所以你应该刚刚有大概按嚟小嘅讲，合作社佢嘅用意係講，它取代了原本嘅盤商嗰種嘅角色。是。哦，天數有嘅農民可以去業啊，可以去賣行銷，哦，啊管理一條，都可以一邊做一個天數嘅嘛。是。按嚟佢講，順勢既然講到鴉片啦，啊繼續同大家小嘅講，唔能成立啲合作社會唔會幾困難？其实还蛮困难的，因为我想要做的合作社是很需要很多通路的，所以我当初在收集这些顾问啊，我们合作社有顾问，我们的顾问团有5个博士、10几个硕士，然后有一些拍卖市场的人员，然后有一些贸易商，然后有一些就是连锁饮料店的业者，其实他们都是我们的顾问团。然后就是他们本身就有自己的通路了，然后我们把他们招来我们合作社里面的顾问团之后，他们可以顺便帮我们推广我们高速的芋头。哦，是。嗰種能接拍嘅合作社地位成員地位有可能咧產業嘅，哦啊，還有嘅實際上耕田嘅農民朋友用咗接下嚟強下天數嚟做一個高速嘅務嘅一個部分。啊，不過合作社佢真係想做務嘅嗎？不止，因为其实我们合作社的主要宗旨就是，从我们合作社出去的货一定要通过药检、药物检验。所以说，像我又尝试种了红须玉米笋，它也都是做产销履历的。然后我们现在也在辅导农民他们去做轮作的动作，然后他们也是种红须玉米笋。可是他们如果不喜欢认真的话，我会跟他们用分配农药，然后让他们去做喷洒，然后去做施肥。药物管理就是我们合作社在做，可是他们的红须玉米笋回来给我们，然后我们还是一样会去检验过之后，才会出货给大众这样子。所以以后还会陆续的增加一些，因为现在去年凤梨的外销受阻，所以我们今年也有做一些凤梨的收购，然后去贩卖。以后高速会有的比较多的农产品，他们需要的话，我们会教他们如何去用药，就有一个标准用药标准。好，然后可以的话，就是让我们合作社帮他们找通路这样子。嗰所講，有個合作社成立，最主要係先處理一個污嘅問題嘛，啊，不過，除了污嘅之外，會不會告訴有嘅農產品啊，像黃梨啦、菜啦，嗰條，可以加入嘅農產品，然後有個天數，繼續嚟擴充合作社處理嘅範圍，錯嗎？都可以，其實只要甚至不是高速的農產品，我都會處理。只要，因為我們合作社的成立宗旨就是幫助農民，也不是說幫助農民啊，就是協助農民去做品質，去生產品質更好的農產品。所以說，品質好的農產品，我們合作社幫他們代運代銷，好，然後你們不會種沒關係，我們去輔導你們，所以其實我們比較想要的就是整個地區的農產品品質整個提升起來，這樣子，我們跟外面的，因為高速，農產品比較沒有知名度，所以，我們整個地區的農產品品質升起來之後，我們才可以有跟外面的地區比較競爭力。啊，你講，這個本身就係合作社地部嘅成員嘛，做嘛？啊，更加今年有個合作社嘅成員，一度嘅啊。我目前合作社農民就有50幾位，然後還有就是我們的顧問團，然後還有一些社員，差不多加起來目前有70、80位有。對，都是我們合作社的成員。哦，按照算可能人數也幾多呢？按你講呢，合作社成立都更加差唔多1個月嘅時間啦。我合作社成立快2年，我從之前，我在讀碩士的時候就說要成立合作社，可是因為我想要做的合作社比較規模比較大，所以說我是慢慢的收集，真的是要志同道合的，對，我會去拜訪地方的一些人士啊，像一些代表啊，然後我跟他說，我想要做什麼樣的合作社，然後他們覺得可以的話，他們就來當顧問。其實我去找了很多人。然後就學校的教授啊，然後說我想要做什麼樣的合作社，然後我想要組什麼樣的農民組織，然後他們支持我說，那可不可以請你來當我們的顧問，然後教導我們說，我們以後合作社要怎麼走才會比較順遂這樣子。
对。你做一个合作社做成立都已经2年了嘛，都创立开始都经营一个部分，这个有多到过最困难的部分？其实最困难的部分就是要从教导农民，也不是说教导啦，就是跟农民说我们用药的安全这一件事情，药物检验这件事情他们比较难接受，因为他们都说我已经种芋头种了30-40年，我都是用这种模式，为什么我要听你一个才种了1-2年的人的模式去种，去改变我的芋头生态这样子？可是我现在是跟他们说，你如果药检通过，我会把你的芋头卖得比较高单价。我就说，钱是赚越多越好。然后，如果你们可以把安全用药导入到你们种的芋头里面，我们以后的收购价就会比较高一点点，跟一般的像你之前种的，比如说你之前种的1斤给人家收购可能是20块，好，然后让我们收购可能是22块，因为我们的药物检验。我们的销路，我们当然品质好，我们的售价也会跟着提高。我们跟着提高之后，我们的这些多赚的钱，当然是也是要回馈到农民的身上，就是类似共有共享的那种概念。你顺着一个问题来讲，合作社一个福利盈余的回馈，可以同大家讲一下，我用办法回馈本地的农民朋友啊。我有想一个方法，就是说。像我们现在农民叫一引机帮我们耕田，1分地可能收600，然后从我合作社派一引机出去耕田的话，1分也是收600，可是这个一引机收的600会有提拨多少钱？我现在是规定说50块，回馈给合作社，然后合作社帮他存起来，然后这个叫农民公积金，我们把它累积起来，等到年底啊，我们办个尾牙，办个活动，就是大家一起共乐那种感觉。意思来讲，我们参加一个合作社，不单单可以有合作社同我们农民朋友谈数，甚至于讲我们这个分出去捐出去失败的钱，还会有一些盈余的回馈，本大家讲我们可以来做我们共同的事情，甚至于本大家来事业的番鼓励大家1年来的辛劳，安尼嘛。观众朋友，原来强国合作社是安尼运作的哟。不过除了做天助农民之外呢，强国合作社其实还有哪条的故事，还是喜欢过其自个还有做的乜嘅呢？休息一下试比赛，继续来同大家分享哦。英国除了参加今年的强国合作社，也了解今年强国合作社运作。不过难得英国都现场的，佢带了安贴片的保修术，先来强调一下英国佢个保修术係用办一回事吧。英国，我看到这个带过来的保修术啊，同我哋诺贝看到的保修术，冇嘛相同哩。你带过来，亲像贴片太奇哦。对，因为它这个。是第一根一般一根的1支的玉米笋，它可以，这个是红须玉米笋的品种，这个不是像我们一般外面看到的，就是大玉米旁边的小玉米，这个就是专门玉米笋的品种，所以它一支玉米可以长4根的玉米笋，我今天拿过来的是，它是第一根的，第一根不管它的粗细，其实都还蛮嫩的，其实农作物要吃最好吃的，其实就是它刚长出来的那一阵时期的农作物。嗰种亚种的保修笋，其实贴片那种特别的品种，贴片的品种，其真可以上到安泰去，系咪安尼？是。你发现个口感啊，同味道跟一般的保修笋有冇个差别啊？其实差别就在于它长得会比较多，然后它的这个可以生吃，然后它的生吃你可以越嚼它，然后越嚼越甜。然后而且它这个比较特殊的就是，像我们一般在教人家怎么吃，就是它里面的最里面那一层皮也可以吃，那个壳也可以吃，营养成分很高，而且它的
它的须也可以吃，然后你就直接去煮，煮它就水煮，然后那个煮起来的水也很甜哦。是最好的料理的方式，对于一个保秀笋来讲，就会拍沙，然后煮汤啦吼，放入沙熟的，如果安尼是阿吉个汤也可以吃。是，安尼哦，安尼一个保秀笋好久冇。其实我觉得我的种植方式还蛮好照顾的。就是像我种的时候，它这个生产期差不多2个月，然后你第一次种下去的时候，然后就喷一次药，然后撒一次肥，然后等它采收前1个月再喷一次药，再撒一次肥，就不用顾它了，而且草也不用去照顾，因为它会长得比草还要快。对，对我来讲还蛮好照顾的，而且用药又很安全，然后用肥料也很节省，其实对环境是很好的。安尼个发给上个从保秀区用，其他个病虫害的部分，係唔係同保秀区用？其实它的病虫害跟一般的玉米的病虫害是差不多的，可是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政府有一个履历系统，有指定用药系统，然后我们就是照政府的安全用药跟指定用药，然后去照它的比例去做的话，其实对生产出来的农作物，其实给观众给大众去购买，其实还算是蛮安全的。像我的玉米笋有申请产销履历，产销履历过了之后，大家都知道这个玉米笋它有一个 QR code 让我们扫，然后你扫了之后，他说哪个时候施肥，哪个时候灌溉，哪个时候用药，你们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这个就像我们的身份证一样，就是让大家吃到这个玉米笋是安心的。安尼顯個也個啊，係唔係政府單位嘅人也可以除了講有登記講唔某個時間用藥吼，也皮掉，甚至於講還可以查到，政府單位去某個時間去能夠抽查抽驗一種農產品。其實產銷履歷是需要驗證公司來抽查的，然後他抽查的藥物是381項，好藥物的檢驗，然後等有通過之後，他才會給你這張產銷履歷的證書。你拿到一個證書之後，佢會不會還有一系列嘅不定時也係講天氣嘅檢驗咗嗎？對，而且你申請過產銷履歷之後，你再給他抽查不合格的話，你會被罰款哦，而且罰款的還比較多。按嚴格哦。對，所以我們還是要警惕自己去做安全用藥的這個步驟。安尼顯個，除了自家有去申請一個產銷履歷啦，自家喺合作社地方嘅成員啦，大家共用也有申請一個產銷嘅履歷嗎？我會輔導他們去做產銷履歷這一件事，因為產銷履歷你除了要用電腦登打，因為現在很多農民他們不會用電腦，然後我們有成立一個就是專門幫農民他們登打他們種植流程的一個人員，然後他的專職就是幫農民去登打，去送產銷履歷，然後看他有什麼問題，然後就是去輔導用藥啊、用肥啊、灌溉啊這些比較瑣碎的事情，然後就讓農民他們可以把他們的農產品整個品質顧得更好，這樣子。除了要做一個係合作社，聽說農民行銷啦，也喺生產方面之外，應該聽講啊，這個行為到講，要本一個玉蘭花烏的啦，甚至於其他農產品有更好的出路。這個行去試驗講，有做無窮的加工，係咪啊？像玉蘭花還有去研究特別的加工哦。對，我玉蘭花現在有做純露，然後精油，然後甚至我跟台東一個酒廠，我們做玉蘭花酒。佢還可以做酒哦。對，然後它做出來的味道就是比較不像一般的酒的味道，我覺得它聞起來很像那種，我不知道有沒有喝過茅台，就是真的有香味飄出來的那種酒，我覺得還蠻特殊的。更加已經做出來的嘛，頭先講嘅純露啦、精油啦、酒都做出來啊。對，都已經做出來了，可是就是需要設備去量產。然後我現在自己有一套純露跟精油的設備，然後其他的就是我提供鮮花，然後讓其他的業者去做純露跟精油跟酒，就是跟業者配合，我提供好的原料，就是沒有
就是没有喷农药的原料给他们，因为这个是要给人去抹在皮肤上，是要让人喝的，所以我都用没有喷农药。佫说唔仅讲研究出来之后，你会利用一个合作社也听出其他有相同种一个玉兰花系合作社嘅成员，向下来做一个纯露也就无共用嘅加工嘛。对，其实我之前会想要做加工，就是因为感觉到玉兰花这些通路销售已经没落了。然后这些原本在种玉兰花的农民怎么办？他们要把玉兰花挖掉，已经种了30-40年的树挖掉，然后再做别的种，他们也不会做，所以我就尽量说，你们不要挖，然后我们去做其他的加工产品，然后看能不能继续把玉兰花这个产业保留下来，这样子。你在做一啲加工的时节的，你自己有去研究讲用版加工，然后讲你抢骗人去教嘛？我有跟中研院的一个黄老师研究，然后跟台北的于老师研究，跟清华大学的老师都一起在研究。其实就是因为我有玉兰花的原料，所以他们需要我的原料，然后我需要他们的技术，然后就是互相去配合。很多业者就是，他们也想要原料，可是他们玉兰花的原料真的取得不易，因为一般的玉兰花喷药也喷得很严重，虽然不是吃的，就是因为不是吃的，所以他们除虫啊、除蜘蛛啊、除菌那些药用得很重，所以说，他们很难找到没有在用农药的玉兰花，所以刚好找到我，然后我就提供给他们去做研究，然后等研究出来成果之后，我们看再怎么分享这样子。等到我的销售通路都铺出去之后，其实他们看到之后也会想要说，不然我就继续保留我的玉兰花，然后让他们去做研究加工品，然后再继续出去。因为做玉兰花很久之后，那些老农民，有70-80岁，快90岁的，他们除了种玉兰花之后，他们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了。可能看到安尼种之后，其他玉兰花的农民可能都讲，可以抢教，也係講可能也係聽數研究的一個部分，可能還可以做某個，因為受到人的影響嘛，是不是？对，其實他們的用藥會越來越少。像我之前我剛做的時候，我都沒有在用噴除草劑，然後他們都笑我傻，然後那個草那麼長，裡面會躲蛇怎樣的？可是當後來之後，他們覺得，我的玉蘭花產量有比他們多一點點，他們就覺得，為什麼你反而沒有撒除草劑，產量會比較多，而且我也很少在施肥。他們說為什麼你的種植成本可以降低，而且你的產量又不會少？然後他們就慢慢的問這些問題，然後我就會跟他們說，什麼原因？他們還是會慢慢的改變他們原本的想法。安尼也幾好啊！不過除了你自己的努力之外啦，講多咗人有一個合作社聽數的後輩聽數嘛，合作社人提供傳統合作社嘅收入對農民來，人哋聽數買各種通路有個傳統嘅嘛，近講人哋合作社有冇個咁無共用嘅行銷嘅方式嘛？其實因為我的合作社顧問還蠻多人的，有貿易商，所以說借這個貿易商的力量，我先出一批就是芋頭的加工產品去韓國，先外銷去韓國，然後還有一個貿易商也是，他也可以，他現在規劃要外銷到日本，然後就是有這些人才，我們的合作夥伴其實都還蠻厲害的，然後今年5月我會出到超市，它是超市的團購網。然後就是利用超市幫我們團購我們的芋頭，我的玉米筍已經在4月底已經一樣用超市團購的部分已經賣出一批800多公斤的玉米筍了。如果講凸顯人哋自己的特色，咁人哋講，這麼跟人哋的家私會有差很多。是。真是人哋的品質也比人哋好6倍以上吧。有，種嘅環境啊，同管理嘅方式都冇共用嘛。哇，觀眾朋友，合作社真是幾善忙咧，唔單止聽數管理人哋農民朋友嘅人咧田間啊，農產品，也聽數嚟行銷一條農產品，真是幾善忙。不過還有更多嘅故事，我哋休息一下，繼續嚟同大家紹介哦。
今年个同嘅合作社，今年遇到嘅农民朋友，唔但將聽數今年申請嘅成熟嘅利益，同今年上課，甚至於聽數行手，今年遇到一個行去擺攤嘅呢，今年去到那擺攤呢，又發生乜嘅故事呢？今年個，遇到農民朋友，遇到一個高數嘅農產品嘅行手，係去做自己擺攤嘅，最遠走啲哪去擺攤嘅啊？好，現在是在南華農業智慧學校，就是高速的南華農業智慧學校。然後因為剛成立的學校，然後搭配縣政府的活動，就是有雙層巴士，然後把遊客聚集到學校裡面，然後我們在裡面擺攤，這樣子。有個擺攤嘅，有個智慧學校，今年嘅發通係天氣嘅嘛？對，是它的活動是3月到5月底，其實每個6日都有這樣子。你們喺個擺攤嘅時間，你們會收嘅某個東西，還是說會從事什麼樣子的活動？它有很多活動哦，就是像我會辦料理的比賽啊，然後一些街頭藝人的活動啊，然後很多還蠻多的啊，就是唱歌啊，然後車輪啊，還蠻多活動的。你們遇到一個行手啦，去擺攤嘅，對黑人講來講，應該算是一個很新鮮的一個第一次的嘗試吧，錯嗎？是因為我之前還沒從農之前，我就是在市場擺攤的，所以我就去回味一下，自己當初在擺攤那種情況，然後我就拿我們的農產品，芋頭啦、玉米筍啊，在那邊擺攤，其實賣得還蠻不錯的。對，因為我賣芋頭的方式是直接我做一鍋的芋頭蜜芋頭，然後再加牛奶，然後用一杯給客人試吃，然後客人吃得很好吃之後，他們都會想要跟我買那一鍋的芋頭。我說這個沒有在賣，這個都是試吃的，你要買就買芋頭，然後你就買芋頭回家煮，然後很多客人又問我說，那我要怎麼煮得像你這麼好吃？就一直回答，還蠻耗時間的。然後我就自己做一個食譜，然後把做法全部列出來，然後說，你們照這個做就很好吃了，這樣子。買屋誒，送食譜安尼。是。安尼聽人講用本意嘅想法嘛，可以去做個屋誒加工品，又一個半成品來賣，有一個想法嘛。有，其實很多的芋頭，其實芋頭不是像我們每顆看的都那麼完整，其實有些它是會被蟲咬啊，或者是被菌破壞掉啊，我們會削掉剁掉，我們就把那些比較刺激的，幫它刮皮刮一刮，然後直接做成真空包裝，然後可以回家買回去的時候就可以直接煮這樣子。你人客睇司機喺地邊啊，頭都有問講，人家會問講用辦去料理嘛，有拄到講人客貼喺度問講個貼喺度問題啊，講個難纏的人客。其實有很多這種客人，他們會問一些很奇怪、很難回答的問題，就是說，為什麼摸到芋頭會癢？這個就是還蠻難回答的。然後癢的時候怎麼辦？其實可以慢慢的回答他們，可是他們都有一大堆的問題。其實這個就是植物特性的問題，其實就告知了之後，他們還會想要再深入。所以就還蠻難纏的。不過拄到一種人客，偏偏更加有可以有一個方式，本給人去體驗嘅話，給人都夠了解，就唔會有一種問題嘛，錯嗎？對，其實我現在也是芋頭也有做體驗的活動，就是把遊客拉到高速來芋頭田裡面，我讓你們去挖，讓你們去玩，讓你們去體驗怎麼去認識芋頭，因為我還會跟他們說，芋頭可以做什麼？芋頭的由來歷，然後芋頭的食用的價值，我會做一些這些導覽，然後最重要的是，你們可以來這邊拍照，拍很大量的芋頭。是。不過除了有的體驗發通啦，給一個很人這個，還有其他嘅農產品的體驗發通嗎？我的玉米筍也有開放讓民眾去體驗，然後他們體驗那個玉米筍的時候很好
我觉得啦，我觉得他们体验玉米笋比体验芋头还要开心。你蛮讲，因为玉米笋就这样子直接拔下来，就拔下来，然后就嘣一声，然后就很疗愈。然后你会很多国中就是亲子团，他们会带小朋友来，然后很多国小啊、国中，他们一开始都很抗拒，哎呀里面草好多，可是他们拔下来之后，他们就会一直不断的想要拔，对，就会拔的欲罢不能这样子。你就会谈个上瘾，同个拔下来个感受安尼。对，就拔下来那种感觉就还蛮疗愈的，因为他们没有体验过这种感觉，所以说我们在拔就是很习惯、很平常，而他们没有拔过这种感觉，就觉得很开心，像挖芋头一样，他们是要拿铲子一直去把整个芋头整个拔起来，就那种过程，你会觉得很好玩，因为你完全没有体验过这种过程。你像人家讲的，也有农产品的体验发通啊，其个主要的窗口、主要的联系人，他们也在对强国合作社片来做一个统筹的规划跟联系。对，其实还是要透过合作社，然后就由合作社领队，然后带学生啊，带一些企业团体一起去做体验这样子。然后我将来会规划，就是让个别的游客收集在，就是比如说游客预约，然后我们可能会列在周日的下午或者是早上，就统一把游客。统一在一天的行程，然后就让游客来体验这样子。用板工一年的行程，除了讲那个体验的发通之外，还有加了其他不同的内容吗？其实很多像一般我挖芋头的时候，我会先煮一锅芋头，先让你们品尝我们的芋头好不好吃。然后还有做一些料理的课程，就是我来教你们怎么做芋头的料理。我现在会做的就是。蜜芋头啦，然后水煮芋头，或者是拔丝的芋头，就是一些比较简单的料理，然后教你们怎么做，你们回家可以自己再去做简单一点的料理这样子。嗰就更加最主要係講合作社除了行銷一個部分之外，還有推動一個神農教育、神農教育嘅體驗嘅部分。未來還有乜嘅規劃？對於一個果蔬嘅農產品啊，合作社有乜嘅規劃嗎？未來的規劃其實就是還是一樣品質啦，然後其實就是讓農民能夠多賺點錢，然後讓高樹的知名度能夠更響亮。將來合作社可能也會做一些初級加工，然後讓當地的農民去賣這些初級加工，像鳳梨的醃製鳳梨罐頭，然後就是讓當地的居民去賣這些醃製的罐頭，然後辦一些料理的比賽，像我們也有在籌辦那個芋頭的料理比賽，然後就是由當地的商家出一道料理，然後比賽之後，然後讓當地的商家能多一份當芋頭的料理去當當地的特色產品這樣子，然後遊客來可以直接去門上下就可以吃得到這個料理這樣子。係。你之前講嘅，這個又上嘅每一下嘅，頭都面對一件事情啦，就講果蔬我哋提供佢係唔係單槍嘅行業嘅一個象徵，有可能有河洛人啊，有部分嘅原住民。這個本身唔係行業的嘛？不是。你這個用辦去接受一個客家文化，這個對客家文化有用辦嘅影響啊？有啊，就從小同學都是客家人啊，對啊，像我們那邊有十四宮啊，然後甚至我們的市中心也有一個大的伯公，其實都有在接觸這些客家文化，然後因為高樹這些也是因為文化很多啦，所以說我們就想要用一個東西把這些文化全部串聯起來，就是農產品，因為高樹有80%都是農民，是。你唔能這個係農民同合作社嘅成員交流嘅時節，冇強用像客家嘅農民同河洛人嘅農民唔能係同佢交流嘅時節，會唔會有他們是客家有種困難？其實還好因為他們以前可能會有這個情形，老一批比較老的那一輩。對，可是現在因為大家都是朋友了，我們已經變成一個鄉系。一經是一家人的那種感覺，所以其實還好。你會有想到講利用一個算客家文化個貼嘅
将农产品啊，同客家文化结合起来，来去做一个无穷的包装，也会规划。有，其实像我们那边很多客家料理，就是玉衡的玉梗的料理，其实那个也是一种客家料理哦。乌火酸。对，玉那个叫玉衡酸。对，然后还有很多就是可以把农产品结合一些客家料理，然后呈现出来给大家这样子。也就关于客家文化、客家料理的部分，用办去请讲大家来做，也是讲慢年来搞。我们现在高速我们组了一个高速观光产业协会，我们的理事长就是客家人，然后里面很多就是我们就是要用这个协会把高速的观光点，然后把高速的文化、人文什么，然后从来历啊来源整个把它结合起来，然后让人家知道说，来高速你可以认识很多族群的朋友哦，你可以遇到很多族群的文化，就是一个大串联这样子。你这个想法呢，同农民朋友讲出一时间，农民朋友会不会有给你们某种的回馈啊？其实我们也比较不希望他们回馈什么，就是希望他们可以提供意见，让我们想知道他们的想法，然后如何去配合他们的想法，然后使高速这个观光产业比较更好这样子。哇，观众朋友，原来啊，更加高速，一模共用的呢。一来到地方可以留了，甚至于讲，咱的农产品品质也改好之外呢，还有无共的行销也更有健全的管理，同样的安全的拥有，也有品质的控管。更加大家有限的时间，共用可以来去高速留了一下，看下先同头摆有冇嘅无相同哦。今日呢，再一次感谢我哋青年哥带来按精彩故事同农产品哦，多谢。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好大家坐到今間呢有個嘅神音樂啊，家家嚟聽聽先生嚟認同一下咯。希望我哋福建來嘅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